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股》，有话太假股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阿忠股，向下老后上人大最久了。听讲有一个人讲得这个名的，因为佢就像是哈利波特嘅伏地魔胸款，听到这个名的，拄到佢就行出来唔出，喊我拄到佢，哎呦，到底係乜嘢？就係人嘅前任嘅男朋友。到底你後生人拄到前任會有乜嘅反應呢？今日邀請到60個後生人老大家向下分享咯，眾上分享。主持人老大家小嘅阿志怡。大家好，因为爱当爱，故说行地路好，咩唔是講前因看到愛嘅質疑。因為根本看唔到。其實燕應該看得到啦。哦，我看到從嘢共享了。好啦。好，第一集老大家小嘅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此一名係前因救世主嘅李家。我們以眾上分享觀世音菩薩。大家好。觀音菩薩。好，第三個老大家小嘅係白強。大家好，我喺度千人面前吼，就聽我博取染到嘅榮耀嘅白強，唱兩下嘅。有嗎？謝謝。有啦，84啦吼。好，我看到哈。第四集大家小嘅係小鳳。大家好，我就係以過來人嘅身份，做啲老大家指點分析老前因嘅問題嘅小鳳。懂大。就大師啦，大師開示的意思哈。聽晒老大家小嘅好心。大家好，我係咩老千人當作伏地魔群島是會講係專做好朋友嘅好心。咁最近就在做好朋友，等一下堂弟來分享哈。準備老大家小嘅回去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大家到底我有一隻超級千人嘅回去呢？到底多超級？像 supermarket 那麼超級嗎？唔係哈，大家等下來分享，因為我頭擺哈，你就讀過那個前言，佢講到嘅事，真緊像伏地魔咁樣，連講家嘅名都唔敢，真緊到路行讀到前言嘅時節，一般人來講，運用版來反映咧，阿志怡。其實我到了還蠻讀到我嘅前因，唔過我大部分聽我嘅朋友講，記得一開始會先嚇到，後來就有啲尷尬。唔過你我看講2-3人分數嘅時間係用慢嘅狀況，那係分嘅好，分唔好當然看到就衝3分人，那係分嘅好，平常時有啲時會聯絡發，看到就衝朋友非常正啊 hello 按用啊，就會 hello， 係會 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是在 hello， 就會大招呼啦。我嘅好神一開始就講到，佢老前因分開，唔係伏地魔，係好朋友，感情緊，做得做好朋友。我本身係做得分開，做得做好朋友。唔過個意思係講，嗱係和平共和，要好好講，開始做得做好朋友。嗱唔係個感覺是天數是有嘅。我有啲人咪斬熟事啊，冇成冇看到兩個人，係咁講，挺好笑嘅啊，咁樣比較咯。係啊，兩個人向海世界是東河，啊分開是斬熟事。就不要互相干擾，對。該分開咪做得做朋友、做同學、做同事啦。係假嘅朋友。該分開嘅是該透露出來問題了未？係同事之間，係啊，係應該感覺此人熟咧啊，此人熟咧。太家內心戲很多呢，係咪？就這邊對啊，對來對去啊，就自家來做戲，你下來做戲好冇？我本太家來做戲，而談講因為李家老八強，當多嘅比較，當嘅方法咯，做嚟老搞太家，到如何假使讀到前因，唔有乜嘅反應，來唱因嘅李家。就係我嘅前因啦，嗬。金鐘男女主角，談講吼，你李家吼有3個方法，3個方式，讓大家講一下。冇錯，有3種方法嘛。第一種呢，就係要動感嘅暗用嘅感覺啦。我喺講看到吼，你就會假裝冇看到嘅感覺。唔過我一看到，聽說我上家摸一下嘛。唔過就會感覺這個尷尬尬聊一下，say hi 來感覺，那你做一下去好咧，好。好，來，第一種方式，來3、2、1 ，action！按叫冇看到嘅嗬。係啦。有好冇？很唔好意思的，你咧？天時當好嘅哈。嘿，張偉聊啦。超不你什麼感覺？送上一下。就係第一種嘅方式啦。哦，非常尷尬呢，而且完全唔知係講乜嘅。天時當好啦，哈。就尬聊。第二種呢就係假做冇看到。
渣某宽渣斗，某宽斗，然后假装没看到。但其实明明就看得到。嘿，宽斗有老李亚上演之后，隐形人汹涌啦。好好嘿好，1、2、3 ，Action！ 我累是在哈喽，好累，很像那种自动扫地机器人。扫地机器人吗 ？Hello，去听一种方式啦。来第三种，第3種呢，第3種係就係愛莫絲絲看見，莫絲絲莫絲絲就哦，就要係用等他。等他嘅方式啦，較惡啲位啦。他就叫跳看那樣。冇分好嘅，冇錯，好，嚟開始，3、2、1。 Action，中马强，中马强，好累。第3種嘅方式。好，前進動動呢，不要亂來。白看沒有。俺美酒，因為吼，這個須姐吼，你係穿得還算蠻正式，像用像像左翻跳舞啊，有主持妝髮動翻整個須姐，你看到你的牽引，你會安用一樣用，所以我們也來演示一下，好嗎？好，叫做動氣體的時間。 1、2、3 ，Action！哎呦，安 Q 冇看到。這樣嘅模樣，哎呦，你感覺我今天去燃刀嗎？喊走的啦，喊走得停停哦，喊走得停停哦，張台了啦，張台了啦。喊走得停停哦。哦，來體育種，來體育種，你動錄音呢，哈。誒，當得然後呢？啱啲，體育種嘿，假使你走到碌卜卜，穿的沒有那麼正式，很邋邋遢遢。出去倒垃圾，哎，出去倒垃圾，該用西尾安用要示範一下，1、2、3。你記得係我。莎莎，小呢塊安用，大家寫走係。假裝冇看到安用。好，總上嘅節目，我下次看現金啦哦。條歐巴好冇？反正走到哪裡來係冇？要跑去哪裡去係咪？謝謝我們的那個我們2位哈，該回去呢都如何都到愛千字嘅時間用隔山。冇隔冇山，然後中白camp 同用愛看而家呢好時間，愛用地輕狂，愛看輕狂啦，係講送風都要人外一半，還是其他因為就不會太尷尬，係講只要人外一半，係愛摸。剛剛沒有實在笑着，自己呢哈。係啊，莫阿英子太沒面子，很沒志氣耶。係啊。我講嘢，因為我前唔相信講有嗰種做嘅台風接受講對方有人嘅，真有人嘅一般，可是愛摸嘅，我始終愛摸埋相信愛用因。係啊，因為你都相信講，就算分手，愛係比你過得好。係啊，用走的應該比你很好。係啊，這樣我就沒摸面子，假面子。小鳳，大師來指點一下，開始，假使陸空讀的。大家就有注意到講我注意環境係冇，環境動創業。唔過也新冠都是搞我當面拍，我上嘛該，也用實體就要注意係去改黃太太有揣摩，我就現任女朋友有揣摩，還有看佢有現任男朋友麼？假使係有沒好，有時候你的眼神已經出賣你自己了。顧眾來吃到微笑面對沒好，比裝不認識還要高明。哎，個假使有個情況，兩上一下都單身。哦，繼續後攀嚟啊，你簡單啊，繼續模範法嚟，係嘛？佢姑姑愛單單嘛，啊，看我獻錢咪獻貨冇啊，愛嘅獻錢都得咪嘅獻貨啊。乜嘅亂七八糟。一講實在，有台灣人嗬，已經冇感情，唔過係有激情，有嗰種激情。也唔係挨搞嘅，唔係挨講嘅，也故作人言。台灣人咩講從頭打從尾火，故作一面從東衝嘅，點啊？安秋已經係前因咩？有可能係搶時嘅分數啊，係嘛？有可能係一時的誤會。有可能係冇感情嘅。冇感情咧，就聯絡看啊咧，看翻回復感情。那其實小鳳還能做啲資源回收嘅，做體驗樣，所以資源回收做得很棒。哦，我自家福睇咧，係用嚴峻嚟，係嘛？係有啦嚴峻啦，唔過而家講到即係做陸空假是督導嘛，唔過有個情況是係，你都平常時做頭路啊，又係做世界下，明明就係你係同事，又係有同好嘅朋友有聯絡，嘅樣式用隔山自己。
我係冇按用嘅經驗，唔過我感覺講，那係真正係同事嘅話就非常嘅尷尬。故說分數嘅時一定會分好，因為又唔係講分數過後就做得哦，我們不要聯絡，就做得拜拜謝謝再見。因為你要向下做事啊，故說還一定會見面，故說一定會分好。因為我有一個朋友，佢係寫來，佢就留一個寫妹，佢想要留佢分數，唔過佢個寫妹就冇想嘅分數，就硬8定佢哦，一冇佢冇哎呀，佢就想嘅分數，唔過因為做事嘛，佢我嘅朋友就做事嘅時，他想要公事公辦，唔過佢寫妹就冇辦法，後來用架啥，我嘅朋友就離職，哦，對他只好離職去前輩嘅條路咧，就冇辦法。係啊，你就接上會講公辦公私辦事，只有公司嘅兩份要留佢分下清楚，唔過人嘛。當然感情最主要，當然冇可能分到按清楚嘅。回去呢，用解釋，假使你係兩三年分手，唔講你係衝頭4日見面。我知道只係愛保持一定嘅距離，比如講室內1.5公尺。防疫觀念。只係愛提倡一家人，整一兩下。兩三年是應該是分手咧嘛，所以你講話做唔得長頭白啊，係你相處嘅放心嘅做唔得講長頭白啊，做唔得因錢財有牽手咁樣，是要講清楚，冇按應該是到撈現人，唯有冇必要嘅誤會，所以要分清楚。不過你距離當當中咧，我哋行車時間要3秒鐘的距離，因為平常時到撈前沿來保持距離，到底你距離用半慶祝咧，該理解。係說最好嘅方式就係，就係你留佢好好做朋友，唔過愛講好來要有距離按樣。第二種就係完全啲嘢世界上冇愛有壓上癮，就唔會有按樣咁嘅事情發生。把看起到咧，有人麼？我感覺吼，假使你係環境做嘛冇辦法改變，假使你喊我見面嘅情況吼做嘛做唔得改變嘅時間。這時候最好方法是什麼？什麼？不要分手，硬撐嘛，撐下去，撐到環境做啲改變咧，漲分數啊，這樣是不是很好？安東辛苦哎。因為他會硬撐都會分不好。係啊，是冇情冇義。係啊，藕斷絲連的感覺。還好我沒有分過手。天然嘅。係啊，給觀眾朋友，每年你們想一下，假使真經分數過後，用辦處理了一段嘅關係，都在做朋友，又係做咗冇認識嘅上婚姻呢？等下我哋再來繼續來討論喲。婚禮當告哈，我穿得帥帥的，然後旁邊跟着美麗的新娘，哎呦前女朋友看到就話，哎呀，感覺都後悔哦。那前女友我不用給把了。暗河哦傳暗多天，哎呀，冇鬧佢結婚啊哦。一條線朋友同佢冇分過手咩？係啊，一條線都冇分過手咩？該團就留到係嗎？係。歡迎大家都進來後生睇成功嘅節目，學家要講到做得留分數嘅前因，做好朋友麼？一開始講到做得嘅好先用辦做。係，我頭先要講過，我做得兩三分開，做做朋友，因為我本身係一種實情嘅人。冷清。實情，冷天，實情重感情，不是濫情。渣情。我本身係一種實情嘅人，佢唔是講兩三要強下講，故所我係感覺分開，做做朋友。我有隻朋友啊，幾多幾千人分開，兩三場冇分開嘅話，兩三做安尼半條人行。總得，讓你睇真講好，哎呀，我係感覺安尼要叫翻家嫂嚟。梗係啲冇。空到嘅時間。日睇呢個有啲咧撲靚啲。係啊。都係怪呢。咩啊？呢都係兩三正經當活動上加人。係係兩三年，其實唔係陪三年，係你自家。應該係。小你啦，有啲三年哈，因為清床伴啊。嘅朋友明嗌好冇？冇見面，你聽住好嚟，先問嘅何先，嗌你到底唔係機嗬？好，唔係機哦。唔係機，絕對唔係機啊！明嗌啊！絕對唔係機。其他人做得留前因分數過後，係做得做朋友冇？你講，唔知道？知道，其實係做得繼續做朋友，唔講話，前時我講嘅。
先呐分线后要分清楚好来啦，因为分数还有划线，冇错，OK。听从爱讲好势讲，你用啥做朋友好冇？如果感觉要变做朋友，张做的呢继续来做朋友哈，因为我知道，迄讲啊你老爷男朋友前因嘛，冇继续来做朋友，有一些的可惜啦，嘿，因为你可惜。曾经最熟悉的人呢，我知道啦。最熟悉嘅上最熟悉分人，，嘿啊，最熟悉嘅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嘿。分开打唔過佢講係愛做朋友誒，另外做朋友，唔講而家線要分清楚啊，就可以啊。就咁嚟唱好聲啊，佢叫做人家從來。就是一般朋友就好嘞，一般朋友就好嘞。做一般朋友，唔過兩個先正經東南分都。正經東南分嘿嘅，小鳳太師留大家指點下物我知道我生意啦，因為有啲嘅吼，唱佢。冇分都懂清楚嘅，就像銀泡，唔對嘛？佢講我做好朋友，好啦，看原來。佢講我做好朋友吼，要到一年啦，要到一年咩年？咩要第一年。意思為到我備胎，唔對嘛？哎呦，你喺為嘅生活圈製造了很多未來會發生的可能，你可能。因為基本上團伙按槍力啊，係啊，佢隨時都得有新的開始啊，然後生意那種，銀泡，跟唔知㗎咧。我是講，你其實家出來愛咩？我基本上來講咪係我冇機會碰啊，係我係翻飯咧，唔知嘛？我是冇機會碰嘅。佢有咩要度到呢種人，就講老前因分開來，唔過佢還繼續留言嘅人來啊，還講有時間就在問我，假使有問題還係做得傾用來問我。我知道呢種人吼，真係唔知點解想嘛，佢主要呢種已經分開應該。團到強，跟佢還藕斷絲連，就係咁樣，不唔知道很意思的。相關啊，係啊，做埋解會安尼，假使對方有另外一半，你下家條件就係另外對方已經有另外新的另外一半，咁都會掉阿志。那係我係對方亞下嘅朋友，就係現任嘅朋友，唔係前任嘅朋友。現任你在繞口令係嗎？嘅善良。我就係對方嘅朋友話，我冇辦法接受講佢同前任做好朋友，因為馬啥地講佢2-3年前跟男友只敷衍，有乜嘅愛的火花之類的，係冇啊，條來啊，因為從我以前咩老記得強用啊，感覺講都得啦，前任做好朋友啊，有乜嘅難嘅。不過後來我自己有前任了，我發現到其實非常的難，因為那係愛做好朋友嘅話，就冇辦法團到按清楚，韓國我自己咪會唔判定，故所以我感覺還係做上夫人較好。係真嘅，唔敢將手做上夫人，因為冇喺團到不清不楚安尼吼。不過就像剛剛有講到愛的火花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一開就變做動態嘅填發炮，大到填檔去就唔對吼嘅。用伴做朋友咧，白強。我感覺我分兩種來講啦，假使你係長分想要結球啦，我感覺哦真的會有殘存的溫度，它會有這個感覺，我感覺係對不對？好成一種兩個時間哦，真的那個很難抓緊個界線，真的那個一不小心摸線哦，是會跨界了。你寫就冇咧，嘿，寫就冇咧，你直接上去就這樣搖一下就，因為他曾經抓過你的把柄。哎，對啊，抓得很緊。另外一種咧，係假使你分手，有拿球咧，你做在看對方有倆意願嗎？假使僅因對方浮上圈去意願改發哦，這樣子的話，那你要看一下該東西。該東西對方就另外一半嗎？因為有可能佢願意，不過咧佢另外一半不願意。懂嘅啦。最大嘅原則就是有點像子瑜講的，會尊重對方，這樣子才可以。唔係強講，愛老人做朋友，愛就做老人做朋友啊。你做唔得樣用起那個，飛起你去到咧，分手過後。絕對冇乜個嗰殘存的溫度咧，種冇溫度，係冇殘存的溫度。我知道為到平面麻煩是係老幾個關係就全部愛斷切，冇呢個現任愛用翻嘅人數啊，用呢個情況係啊。係我是談過，我看過一篇文章啦，係有心理學家其實有講過，兩種好老千人做朋友嘅然後是係有黑暗人格。烏暗貴姓夫婦，好，貴姓邊點將就唔就。難怪6-3年父母的
残存的温度。哎，梁生已做到瀑布，性美瀑布。越来越对啊，乌暗性格已经很勇敢。妹妹讲所有嘅人都有暗性格啦，只讲可能太部分。太部分啦，係講讓你強下，本身讓你強下嘅陣，你讓你提出分手，還不完成嘅人其實會好，為到自己家想，為到他自己的利益出發，他自身的快樂，自己都我可以跟你這樣子，我很好啊，係啊，係講對方係安樣嘅人，佢讓你提出分手嘅時間，佢還有安樣嘅情況，該應是絕對唔好再個聯絡，冇有殘存的溫度。真嘅呢，咁你想講老千人分手過後，冇做朋友，親像當冇親。唔係食錢嚇，因為老幾做朋友嘅時間，係咪因為有嘅烏暗嘅時間，多單樣板。不過還有談過，我有朋友佢老千人分開過後，佢結婚啦，喊得啦逢石炸彈本前言，睇呢個會不用貼一本前言嘅男女朋友麼？係唔係？係唔係？其實你係。我聽佢講一下，其實你係我細細嘅夢想。乜嘅夢想很奇怪。我到婚禮，我結婚嘅時節哦，我很想要辦其中本maybe 一組也係兩組、三組係本千人來做嘅。台搖籃茶來啦，係，可能2台沒做得。就是我想講吼，我婚禮當個哈，我穿得帥帥的，然後旁邊跟着美麗的新娘，前女朋友看到就話，哎呀，感覺當後悔哦。那前女友我不用給了。眼好哦，穿眼多天，哎呀，冇鬧佢結婚啊哦。你聽聲譬如講啲冇分過手咩？係啊，你聽聲講冇分過手咩？該團要6道戲嗎？係要。我見嘅。繼續衝呢？幾兩揸戲啦？幾兩揸戲好嗎？你強下啦，丟啦。做啲前面好啦，到3000票全做對對啦。你一半，你係做咩？我會食凍魚嘅串燙哦。好，回去你知道呢種嘢係唔係烏暗性格？完全是黑啊，跟殘存的溫度少太高嘞，嘿，高危險群。以自己自身利益出發，還自己快樂就好，然後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身上。前一部個嘅當有名嘅《淑女養成記》，咪係安用顯第一集嘅女主角其實嘅前男朋友嘅酗酒嘛，去食到醉到做唔得，你兩下問你誰媽媽？你想要這樣嗎？就是給前任這種發喜帖嘅質疑。其實我未想過。細細嘅夢想，細細嘅夢想，唔係想我對一種做。你咪烏暗性格。有一啲咧，其實我未想過本前任發喜帖，唔過我應該冇愛去記起，因為你係上歡迎，因為有啲時那係真嘅老前任衝。老前任好朋友嘅人就做得禮貌去發呀喜帖，就看對方自己愛願意來冇。即有可能會有幾多種做。我冇辦法一種做，做唔落。唔過賴清德嘅朋友係老前任，因為對方係劈腿嘅關係，故所一天唔會發喜帖俾對方啊。係啊，即兩下喊不用貼嘅，就會挑絲咩？唔係，你也不用貼嘅，佢來亮啥安尼，用說鬼嘅。給你家人知道。每次我看分數嘅時間，係講度分數，佢馬上就結婚，佢當然冇喺發本記啊，係講佢愛來嘅花佢咩動感嘅啊，大家都本記講啊，佢咁樣嘅，我係分數啊，本記難做人嘛。唔過話係講分數有一段時間咧，係講佢發本嗌可能自家未話去參加，唔係嗌自家啦，嗌我來去參加種祝福嘅心態。嗌我自家去，嗌我老嗌男朋友向下去，天天嗌我要男朋友。嗌我規家人帶你去。你那個音樂節千 Q 聽聽啊！你講嗌真嗌冇男朋友，嗌我唱一家嘅男朋友，我嗌向下去。所以老二講，嗌你下歌都講好。冇錯，嗌我自家去啊，你就會自家去。嗌我愛用，嗌我愛用。不過觀眾朋友咪想一下，假使老男我一般分數過後，你用班老幾嘅保持兩團同感嘅關係，韓國假使用一條歌嘅，不如想一下你老前因分數嘅關係，用班形容喺哪一條歌？想一下，等下再來繼續討論咯。你兩三該讓是對自己幸福了解到挺少。對，因為你跳後上咧，比後上台上講還後上，就真係他沒有那麼成熟，對。即係小個動彈小咁講啱係小，小。先問一下，滿分係幾多分？10分。10分係冇？我係本200分。
跟英文嘛，英文出来了。我两下吼，转去看基调，哎呦，感觉哎呀，时间我真歹哦。欢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嗬，加上一團伴大家講到老前音分數過後，咁做得做朋友，你下請大家準備後年頭唱好嘛？嚟唱歌嘅哦，用一條歌曲來形容老前音嘅連線，不管佢係好也係唔好，你下用呢一條歌送本機回去呢？你喜歡唱乜嘅歌？分手快樂。哦，兩情機嘅歌吼，兩情機經典。對，經典嘅歌。他教 KTV。还有上 KTV。分手快樂，祝你快樂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不想過冬，煙雪沉重，就飛去熱帶的島嶼悠悠。分手快樂，請你快樂，揮別錯的，才能和對的相逢。離開舊愛，振作本真，奮鬥着了，心就會是晴朗的。沒人能把誰的幸福沒收。你會是你會獲得有笑容。都想喊 uncle 呢，懂唔得？哦，OK，希望嘅 uncle。好咧，第一邊唔係 KTV，唔係鬧嘅大擂台，好冇？哦，咁我家下回見唱兩條歌，分手天才伴自家快樂。為什麼要分得不快樂呢？係唔係天才伴自家快樂？一下李家準備好嗎？好，乜嘅歌？而家我哋唱嘅就係寒氣愛幸福。哦，天福晉嘅歌。天福晉。天福晉。你還是要幸福，你千萬不要再招惹別人哭，所有錯誤錯你做夢，別跟着我銘心刻骨，你還是要幸福。好嘞，那衝無停。對，等下衝冇穿唔順哈，不要再招惹別人家哭了哈。分數嘅時節，真緊好好分數就好，唔好叫到安尼，叫字浪動安尼哈。好，小鳳，揾你啦。我知道無 Q 用嘅戀情，我有無 Q 用嘅歌誒。哦。想條擺，唔咩時你會衝到有冇哪用嘅時唔係時態冇嘅問題。這架講，真緊嘅樣是有人啊，放唱夢醒時分啊。哦，青熟花哦。還有可惜不是你啊。可惜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哦，立仲醒啊。可惜不是美麗的梁靜茹。梁靜茹，林憶蓮係嗎？係。莫悲團啊，可惜不是你啊。你幹嘛可惜？可惜不是。屌咧！唔要跟。先我哋彈一下，叫佢唱哪一段？哦，可惜不是你，陪我到最後，還能一起走，卻走失那路口。感謝那是你牽過我的手，還能感受那溫柔。還能感受那溫柔。嘿嘿回憶，好嗎？嘿嘿回憶。鳳太太，嘿嘿回憶可惜啦。不是學姐，是鳳太。意思講分開嘅，韓州的上嘅歌叫做溫柔。還能感受那溫柔。OK，你知道呢種係烏暗時嘅概念嗎？絕對改不完。太魔魔的呀，你係太魔魔。太大魔魔哈，給阿志爺想愛唱哪一條歌曲？我喺點給所有2911點播。哦，來了來了來了熊市聽眾。蘇雲控。素顏控。只怪你和我相愛得太早，對於幸福卻了解得太少，這次讓愛變成煎熬，這次想逃跑。好嘞，
冇咧。冇嘞。哎，你真嘅唔係 KTV，唔是唱安球。上天，你做乜嘅唱？為什麼？哎，那都好聽呢。你做乜會唱了跳個送本去？因為其實我嘅前音就係我嘅初戀，咁他有幾多年？向下有7年半嘅時間。給你料到誒。嗰時候就剛剛係 Andy 係因為以前你認識嘅時候唱幼稚咧，都係新嘅。唔過我剛剛我嘅獻音比佢還較好，嗰時候冇要緊拜拜。嗰時候你知道，正經對你各自地圖，你兩三街讓是對自己幸福了解到挺少。對，因為 Andy 唱後上咧，比後上台上講還較後上，就正經他沒有那麼成熟，對。即係佢小個動彈小咁講，啱係小啊，小。好啦，咩講啊？呢度交往嘅時節，從頭嚟做一件事情，對，鬼遮眼。哦。有時候大家都唱，我未愛分享呢一條歌，李宗盛。哦，李宗盛，哎馬家哥，鬼迷心竅。哦，唱嘅是啊，咩啊？兄弟，好，來。鬼迷的心竅也好，是现实的音乐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进入了我怀抱，命運的愛。好嘞，好嘞。充電係唱歌嘅，充電係乜嘅？鬼迷心竅。哎，真嘅，哎，你交往嘅時節，親像本嘅家庭木主強人，還係有鬼到亞順條經講那個鬼位，不古早你講話啲，哎，看唔清楚那世界，你下本該打分數，被鬼遮眼的分數有幾個百項？慢粉，先問一下，慢粉係幾多分？雪粉，雪粉，雪粉係冇？我係本200分。跟你們話。你們唱埋啦。我兩下吼，轉去看記到，哎呦感覺，哎呀時間都加快哦。我很感覺該良心啊，還有走那個救助老殘窮嘅感覺。你剛剛哎，用講法就唔錯。你剛剛人嘅前音嘛，可能看人嘅上面，哎呦，你有冇按這？然後我嘅用在做公益係冇。我才捐發票給他。唔係我啦。你屠龍戰士對阿志怡呢，你知道你這個鬼雜木嘅分數有幾高？將我就本3分，清好嘅分數，因為我剛剛講。我唔係我記起個鬼仔嘅，因為我剛剛我嘅前音唔係聽差嘅人，因為呢，那係我講機動差，就係我嘅眼光不好嘛，對不對？代表你眼光不好。冇該良心，該良心。唔過呢，我剛剛講話鬼仔嘅係3分，係因為後來到後來，其實人哋兩三年嘅感情已經有問題嘅。唔過我係先測鬼仔眼看唔到，渣冇看到。冇唔錯。其實係根本就存在嘅問題，冇願意去面對佢。鴕鳥這樣。鴕鳥，對，哎，你接送有時間不按然後看面嘅問題就動態，還講到眼面前就不用到眼面前，唔講。你就條條流你過去，冇一看。張家白嘅流過去，你過去 OK。好先，遲到時間本鬼雜木嘅分數有幾高？那係正經前一年有一年啊，正經半斤7分。哦，係有乜講嘅？因為咩講機正經都唔好，我兩沙分開過幾年又要強下，咁個強弱嘅問題肯係強弱。故所我係感覺兩沙嘢。佢用班佬佢講咪講唔清楚，因為佢係我係當從事嗰種醫生感覺遵從啊，冇些要自家嘅事件啊，要控件嗰種嘢。咁我兼係佢係當陰面計嗰種陰面衝啊，故從我感覺兩沙分開下好啊，冇。陰面衝，陰面衝，正經陰面衝。聽在每聽到後背見聽嘅嘢，嗰種嘢正經交往嘅時節，正經當要壓力啊，因為想辦法去飛機嘅線樹嘛，呢一種好像監視器。對啊，係記了記不啲要送幾多百遍送。你係按樣聽嚟嘅嘛？記了下來係嘛？你敢知道這個頭擺鬼雜木嘅字數有幾高？鬼雜木嘅分數哦，差唔多7分吧。同樣，因為佢係我伊斯蘭人嘅好朋友。唔過話唔知東南勇士嘅一個使團吼，忽然之間強下咧。唔過我試試就底下講佢嘅性格冇乜嘅好。我所講我一開始就講我係救世主錯冇。我所我嘅時節就想講，我要做嘢救世主來改變一三年，變做當好嘅男人哦，至於出身後面分數咩冇相關，佢出嘅當好嘅人咧。唔過
后悔又讲诶。这个按之前这技术会大吼。不过真嘅无可以想讲爱做救世主，真嘅无办法改变一生嘅，因为其实演腔海世界当一堆演家冇救嘞。我就像佳佳老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就讲，哎，你做不得按钮，做不得按钮，做不得按钮，做些小朋友唔好按钮哦。哦，你迄体给台1999。但是，爱本9分好的啦，9分好的啦，吼，9分好的，哎，像刚哈俩用上瘾，俩面前的用上瘾，根本就会。明明认识这么久，你用唔地对方还用心来用，怎么跟看哪个的狗下去呢？一种感觉啦。做朋友啦，做情谊冇对去啊，是一种感觉。明明就知道已经摸适合的，他还强让爱强下，自恋，为爱冲动系冇？系应该系啦。系啊，最近知道为爱冲动冇那种情况。对啊，你当做去冲动过？其实系太冲动，谁个世界是会憧憬爱情。系啊，所以是会一不小心就结婚啊，用大家是弟超级前的马上。跟你知道咱规只某个分数有几？规只某个分数哦100分，涨还是个200分。好够嘞！系啊，所以唔讲你俩还能从这不看人已经好好啦，嘿。这时间5第10天，5第音乐，有时候就跳落个庆汉地图，跳不出来个感觉啊。给恋爱前辈，小凤，没安尼系冇？是啦，当然是啦，伊听阮讲伊摆的嘛，还叫是安尼迄自虐型的，叫爱情的嘛，个分数应该要阿万高。哎，我偏向说唔多的啦，我等下我去奥多巴去45分钟，吼，去到内湖，结果咧，加个来下架电视台。咩啦，叫加好朋友加所有的好姐妹哈，一人搭一个泡面，然后夫妻落去买菜来，哦，看见。进贡。系进贡安尼，娘安尼。结果咧，我去到伊讲，我去45分钟到了。哎，我想说40的大鸡排，内湖的食唔大，我只到40去食，叫我就叫到来去是你这你还好吃。嘿，然后买正了以后，鸡排讲人体啦，然后情况伊食体，食体以后，哦时间到了，好做了，哦做了。哦。哎呀，我讲是，那是恭喜你嘛。我想想诶，你这个男朋友嘛？就偏向食唔多啊，哎呀，安尼也咩好呢？这样子还可以，可惜不是你。今天都懵哎。这是小时候没有，不懂。你搞要抄那个女没啦因为人，女人不该让男人冇啦，太累。因为你跳多站。太累，流泪。没有，不是是太累。你要说可是我很太累，不然那是多呀。鼓掌来让他分数安满的呀。你真给呢？你真给黑真给，你前面是不是有厉鬼档？别他没，就会以为按那个，他在好奇呢，好嘛？哎，王太太暗号，系嘛？唔系，那种普通的鬼呢，系厉鬼，然后炸的，那辅线、双线安用天呢，用不会做安用天的时你间被砸到，嘿，这叫上升呢。这叫落筒啊，跳落来呢，就按你差不多扮演人呢，扮演人，好唔爱钱呢，哎，唔爱钱我真紧做唔听吼，OK，白客来分享下，你有知道世界千音，哪讲千音系火星人吗？讲火星人就都难叫痛啦吼就。讲唔爱谈因。为有条时间系因为价值观嘅关系啦。譬如讲吼，我讲芥兰我是超市买，因为超市买嘅芥兰哦很好贵，我是市场买，市场哦最多也就差不多1斤36块。假使你也是市场买，啊你买2斤3斤就差了那么几块。啊，钱就是从小见大，用钱是摸村下来，用所以我感觉一般啦，因为可能係幾個問題啦，可能係矮嘅問題5分。哦。所以概论系马上也就迄經驗唔拉啦，係啊忙結婚吼，也就一天我攞去搞，吼，我搞禮拜，就已經結婚咧吼，最後就重點冇講。冇錯，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假使老前音分數過後，到底下個想一下，咁係咁樣會反映佢咧？等下再嚟繼續嚟討論了。沒辦法是按到美好的回憶，你這麼的要求講還要見面，醫生眼前的20歲女生，犧牲眼還要見面，結果你還要求她還老頭擺窮用，那冇可能嘛。那林志玲誰還有女神啊？佢有按你有點寬的佢做的。有這樣是歡迎到
做呢，后生太上观的节目，家下前一段大家用歌声来表达自家对前音的想法吼。不过家八强最尾尾讲到火星人指数有5分，该飞天去到前音嘅火星人火星音嘅分数有几个300分，该已经千分吧。唔係係300分。飛上嘅火星即係睇少男嚟，佢頭下是想啊要做三模啊，要做少男模，是從爸爸關心成員嚟。唔係，記住係關心你啊，啱時就當好呢。我啲已經係關心，唔係，佢嘅性格好，飛天嘅性格係好獨立、好自主嘅，因佢創條假使家嘅前人對佢安用心，佢會斷掉。對啊，是從該一直傳訊息。當場嘅火相嘿，你喜歡唱反調，做卡大調啊！哎媽，我就要唱。大仔不會安用心，係你長會安用心。不要把自己的想象架在別人的。然後以後按你點到落。哦，冇，不過呢係成問題之間吼，按創條會講前任、舊愛還是最美，相見不如懷念，唔有安用心嘅想法冇？我說有上時候我會懷念啦，就懷念一三年，唔過唔會懷念13年，我會懷念幾三年行菜嘛？行菜啊，行冬天運啦，有去拜拜嘛？冇啦，冇去拜拜啊，冇即係懷念做過動作嘅事情，我去那 video 啊，我其實也頭擺前一咩對外動好種按用，就係喺個嗌去逢甲夜市，三不五時就會反應。根本你就帶愛去，嗰時候我就知道，其實裡面有好處，就會懷念亞條嘅。嗱，到好處，同到好嘅回憶啦，就會懷念。恭喜你，懷念青春回憶，一起懷念這樣子。使命必達的概念。你必睇概念。但好先咧，我唔會反，我唔會相機，唔會咁我當好，因為我頭先有講啊，佢當從陰陰衝，用辦公室講咁清楚，啊，攞佢講咪講唔透，故所我兩三分開嘅時間係超多分開，我哋要上到幾時，我哋超嘅時間。家好先講到乜嘅？我記得佢一開始講乜嘅？佢攞簽名分數過後，做好做回放。我本身係做啲分開，做啲做好朋友。哦，又簽咧，老簽咧。好啦，我講對好冇？你做啲冇，你不要食糖涼嘛。做下一個特質。其實係烏暗體質。我太冇問題啦。小鳳咧，我哋還是唔敢咧，哦，我就用凶的一句話，剛剛講相見不如懷念嘛。可惜不是你啦。冇，然後個地方相見不如懷念，用凶的就好啦，因為頭擺發生按到美好的回憶，你知唔知要求講還要見面？醫生眼前的20歲女生，犧牲眼還要見面，結果你還要求她喊到頭擺強用，你冇可能嘛？那林志玲時還有女神啊，佢有按的有啲款的佢做的，有錢是做。正經來講啦，舊愛還是最美，係有讓冇讓。你講舊愛還是最美哈，要 Q 的戀情我認為，總唔得講最美哦。又不正面回答。又陽漢係冇嘢。神父嚟做啲本意見，不能要求我正面衝擊。Q 愛總唔得講最美，唔過 Q 愛一定有美麗過嘛。因為嗰陣時，你喺上嘅時間度，另外一盤，向下淚花呀，跟住呢兩三年，向下做過很多瘋狂的事情，係嘛？不能講都偏手。沒給我想歪的瘋狂的事情，嘿，六仔一起做過瘋狂的傻事啦，哈，傻事，那個是甜甜的，不是鹹鹹的，甜甜的傻事，粉紅色的回憶，然後他你那個周一百，你會知道哦，這不是傻，這就會戇，係嘛？所以用想的就好了，懂多事情，只有後生人。好，一天翻工100，一天翻周關，睇嘢吃嘢就唔愛。講翻又咪乖。用手嘅之後，哈。不過呢下有一個問題，假設性問題，要問題，這個是係假使呢慢有時光機有時光機做嘅，真到該用心老千人喊到貪戀愛解下，因為老佢講乜解，還係講因為多嚟愛自家嚟白欠。其實有點後悔啦，因為吼。
就像是我分手嘅原因係因為我真的太強迫症了，來繞手拍啥強鬥，你這家低哦，又被我虛接了哈，午夜夢回啊那種就是噩夢會襲上來嘅虛接的哈，所以也是會反省一下啦。所以我想說，想講哈，假設僅僅有時光機的話，結局唔係最要緊嘅，過生就係最要緊嘅，真正為本應翻揚嘅係你過生。跟他一起的那些酸甜苦辣，還去後悔，還去靜下。哎呦，講到很從當上英會講嘅話吼，當我從幾個難得啦。東家，會反省。當難得咯，當難得吼。該回去呢，假使本錯了那時光機，因為倒轉去會做乜嘅事情？走轉去應該是會走一家就是有腦袋的人，一家會聽，一家會走嘛。該攏是聽哪塊聽？該攏是冇眼好，咩快聽，冇眼好，我叫什麼主控？哎，點唐哥講，是講跳擺好唔會想，所以當到事情都係一起配合對方。睇下係做啲衝落一擺，還是會自家想自家做乜解啊？係啊，做唔得條下應配合吧，所以要消除鬼遮眼之術。真見啊，按你講吼，就係留對方向下，如果有自家嘅想法，自家獨立自主嘅想法，莫果不將就按呢硬批客人，竟然都係人嘅農才，也係人嘅乜嘅人哦。嘅話，係啊，你講唔係啱講。誒，至於你下本坐時光機轉去，唔係想留對方講乜嘅，也係唔係想去做哪度嘅事情呢？其實我車都會留 free king 姐姐佢愛切架度對位，因為我就感覺我以前都會配合對方啊，青島嘅花我就唔敢講啊，會驚佢會發氣啊，驚從白氣啊非常嘅惡啊，但講有啲嘅事情咩唔敢去做，嗰時候我感覺嗰樣事我冇做切架，到後來就感覺我很想要叛逆嘅時候，就會出現問題。係，唔過我感覺講咩非常嘅感謝前因，因為佢咩伴我經歷過青島嘅事情，唔講好啊，還係壞嘅咩好多青島嘅東西嘅，你係可以相信天公吧，可以感謝佢咩相信愛情，好冇？哦，相信應該觀世音菩薩，咪叫大家。多謝英睇啊！不過根本真係要感謝係乜嘅大家嘅前因。大家分享很多前因嘅故事吼，因為有兩條嘅前因，咁本人你看清楚感情到底係乜嘅？感情唔係一生嘅責任，係兩生人向下發生乜嘅事情吼。你觀眾朋友咪想一下，然後前面其實唔就算兩下分數分到當吼，唔係想下兩生人之間都在出嚟乜嘅問題，咁唔會重蹈覆轍，就因為覆水已經不能收回來，只能照顧下一段嘅感情，用半天兩生人之間嘅關係用半天來維持係最重要嘅吼。下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 N 嘅《後生海上歌》，要發開眼光。